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愿意与大家来分享主日的信息，不论你在何处，愿神的话语他自己所讲出的应许，能够进到各位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记载在两个地方，第一个是以赛亚书第12章第2节、第3节，还有约翰福音第16章24节，都是关乎生命的泉源、生命的活水泉。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第12章第2节，看啊，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愿各位弟兄姐妹在生命当中不再有饥渴，神所赐的生命的涌泉就为我们预备。各位弟兄姐妹，在主日的信息当中，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跟神扬手，求神将这个生命的活水泉来赐给我们。让我们再来领受第二段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16章24节。主耶稣再一次对还聆听他应许的人说一个警惕的话语。主说：你们向来并不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喜乐可以满足。这一句话就好像在雅各井旁边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耶稣对他说：你不知道跟你讲话的人是谁，否则你就会快快的跟他求，他赐给你生命的活水。我所赐的活水，喝了就不再渴。这个妇人就对耶稣基督说：先生，夫子，求你赐给我。愿神聆听神话语的弟兄姐妹，还属神的孩子，在今天主日的信息当中得着了激励，也得了领受了应许。让我们进到神的面前，再聆听另外一段的今天的金句，传道书第3章11节，哥林多前书第2章12节。传道书11章11节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神创造所有的一切万物都有他美好的计划，而且神将属天的恩赐就安置在人的生命当中。这一句话加上保罗的书信，主耶稣基督将天上的应许就量给我们。各位弟兄姐妹，神造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已经赐给我们，在我们一生当中的服事将要使用的属天的恩赐。让我们通过今天的新旧约的经文以及金句，我们跟神求说：主啊，求你赐给我，因为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乃是来自于神的灵，好叫我们知道，好叫我们能够凭着这个圣灵来成就上帝所运行、所成就、所计划的美事。愿云端的弟兄姐妹在今天的主日当中能够领受神的差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生命的主题是：深觉立足之地，必有涌泉在其中。这一段的经文，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来分享3件信息。第一个，让我们用我们的一生来为上帝做一件事情，哪怕是要很长的时间，盼望我们的一生就是成就了一件，专心的成就我们一生唯一的一件美事。深觉的意思就是经营，就是下功夫。当我们下功夫够的话，我们就会挖到了一个涌泉。各位弟兄姐妹，第二件的信息，我要鼓励各位弟兄姐妹，就是尽心的下功夫，尽心尽性尽力尽意，为你的生命，为了上主给你的生命的计划，能够活出美好。第3件事情，我要鼓励各位弟兄姐妹，寻找在你内心的黄金，不要轻忽神早已经为你预备。你或许会怀疑自己有能力吗？你或许会怀疑自己那么的平凡，能够为神做什么样的事情呢？圣经说，不要看清神的恩赐。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看清自己，不要有自卑感，来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来领受神所赐给我们生命的尊贵。当记得
耶稣基督讲的比喻，5000两银子的、2000两银子的、1000两银子主人将他的恩赐交托给他的仆人。各位弟兄姐妹，5个他连得、2个他连得、1个他连得，这种神的恩赐是神造万物的时候，神造你我的时候，神就将恩赐赐给我们。不要疑惑，我们的神是一个非常奇妙，让我们能够讶异的。我们甚至不了解自己，但是神在创造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他将所有的属天的恩赐就赐给每一个人。我们来到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偶然的。盼望今天这一个信息能够带给各位弟兄姐妹一种如鹰展翅上腾，如鹰展翅上腾，能够深觉自己立足之地让你的生命的涌泉能够活了过来。为什么我有这个感动跟大家分享？因为最近在台湾的未来电视台在播放去年日本的 NHK 所制作的一个很特别的日剧。这个日剧温馨家庭的生活，而且这个日剧到最后几集的时候这个女主角她讲了一个台词，就深深的吸引我。当我在看这个日剧的时候，其实不是一个特别用功的时间来研读或者聆听，而是在一个吃饭的时间，在偶然的当中，这一句话太美丽，而且太耐人寻味。这个女主角她就说：发掘你的立足之地。当你找到你生命的宝贝，你才发觉神所为你预备的不是在远方，而是在你脚所踩的。就好像神说，你脚所踩之地都是我应许给你的，你眼睛所看，你眼睛所及，所有凡你所见的都是我为你所预备的。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今天跟神祷告。这个故事来自于这个影集的名字叫做冲绳料理店。冲绳料理店，这一个冲绳料理店在描述一个冲绳的家庭。这一个妈妈的这个主妇是一个厨师，妈妈是一个非常善于料理的母亲，所以孩子在她的料理当中长大，都心中充满了许多的特别的美味的滋味的记忆。其中的第2个女儿后来就从冲绳到了东京去学料理，因为她一生当中有一个梦想，能够开一间料理店。所以当他到东京的时候，他巧遇了一个法国料理店的一个老板。这个老板是一个女老板，就教他很多料理的精神、料理的一种技艺。这一个女儿也在这个地方结识了她的未来的先生。当谈及论嫁的时候，起先她的婆婆并不是很接纳这个这个媳妇。后来在一个宴席上、喜宴上这一个媳妇，这个女孩子就用她的宴席的喜宴的料理来答谢她自己的家族，也来宴请了她婆婆的这一个亲人。在那个宴席当中，她巧心的设计所有的一切，每一道菜都是从小带她长大的冲绳的料理。他将那种家的恩典的妈妈的滋味，能够转化成为一个法式料理尽善尽美。在那个宴席当中，这一个女主角看到这些来受邀请的、来领受这个喜宴的所有的贵宾，他们的眼神跟他们领受那一个所有的每一道菜的时候，他们充满了一些赞赏。他突然在发觉，养他长大非常平凡妈妈手上的滋味，原来竟然这么可贵。所以他找到了自己生命的祭坛、生命的舞台，他就讲了出了这一句话：深觉立足之地，必有涌泉发现。他的意思就是，我从小到大，我并不觉得这个冲绳料理能够在世界的舞台，在我的一生当中有多么重要的它的地位。原来他以为法国料理是一个全世界最精致的一种料理，包括日本有很多精致的，他一直在思考他应该选择什么样。后来他找到，他说：我的立足之地，妈妈带我长大，我的家庭，妈妈的口味原来是那么的美丽，那么的可贵。我要用这一段的故事来各位弟兄姐妹来探讨，我们生命就好像在做一道菜，我们的生命就好像在磨一把剑。
我们的生命可以专心的做好一件事情。当我们从这一个台词当中，我们能够想到什么呢？深觉你立足之地，必有涌泉在其中。这一句话在一段时间以来，当我看了这个日剧之后，我经常的反复在思考，这一句话在圣经它会怎么讲呢？各位弟兄姐妹，神说我早就在创造你的时候，我造万物的时候，我就将永生放在人的内心当中，我就将一种智慧跟一种永生的观念。各位弟兄姐妹，不只是神将这个永生的观念放在我们的脑海里面，神也将所有的一切的恩赐早就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要鼓励，特别是在云端上听这一个圣经信息的年轻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在找你生命的道路，愿你在你的脚底下，不要舍近求远，不要好高骛远，你能够在神的面前找到你自己的生命的祭坛。原来神你早就为我预备啊！在我们的台语的里面有一句话叫做365行，行行出状元，365行，行行出状元。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反复的咀嚼，反复的来品尝这一句话的道理。而且从今天的以赛亚书第12章第3节，他说：“你要来到神施恩宝座前，欢然取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找到我内心当中神所预备的黄金。主耶稣基督说：“如果你知道所应许你对你讲话的人是谁，你必然会快快的跟他开口，为向他大大的张口祷告，他就因着你求靠他的名，他就赐给你。”愿我们在今天的生命当中，我们找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生命，而且我们今天在今日的主日当中，我们重新为我们的生命不是量身定做，而是立定的一个标杆，跟神说：“神啊，你的计划早在我的生命当中，我的人生绝对不是偶然。愿你引导带领我，直到我一生的世界的结束。”这一句日剧的台词，其实我觉得它深深的隐含着日本从江户时代，就是德川家康开始的江户世代，从那个世代江户百业百行，就产生了一种敬业的精神。所以在江户时期，一个很特别的文明跟文化，这个文化促进的文明，他们称之为职人的精神。不论你从事哪一个行业，他们是用一生专心的、精致的、尽心尽性、尽力尽意，能够做到尽善尽美。各位弟兄姐妹，所以有许多人赞叹日本的他的工业，有许多的工业的职人，一个古老的传统成为他们文化跟文明的推手。各位弟兄姐妹，好不好？让我们用一种职人的精神来做决志。我们要今天聆听这个圣经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跟主耶稣基督说：“主耶稣基督，我今天明白，我来到世上不能够颓丧，也不能够浪费你所赐给我的生命。我的一生一世必成为基督的职人，我必成为耶稣的职人。我信了耶稣基督之后，耶稣基督的教导跟他的话语将成为我生命的智慧。我必然用我的一生活出耶稣基督的一切美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凡是基督徒，好不好？我能够跟主耶稣基督应许说：“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愿为你活出我的一生，愿我成为耶稣的职人。”让我们在今天再来省思。其实当我听到这一句台词的时候，后来我一直在思考说，当一个基督徒，这个台词它既然那么有味道，那圣经会怎么说呢？我就想到我自己的牧会的一生。其实神带我来到竹堂教会，其实也印证了这一句话。我待在竹堂够久，所以我在竹堂真的就品尝到神在这一个农村的教会施行他奇妙的恩典。神也亲自在竹堂教会成就了许多的美事。我待在这个教会够久，神就开了我的眼睛，而且神就在这一个荒废的一个没落的农村的教会，当工业开始的时候，这一个农村的竹堂教会就开始的人口外流，就开始没落。但是经过了35年，我看到神在竹堂教会真的他就涌出了活泉，就如同在启示录神说：“
在天上的宝座前，必有一道江河，从神的宝座前流出，流所还流过的，就成为一个生命的江河。在这个江河的两旁，就长出了生命树。这一个生命树就结出了生命的果子，凡吃了这个果子，就必得医治。各位弟兄姐妹，我就感觉到神真的是恩待我，他保守我能够终其一生的在这个教会来看见他的作为。不是我拣选神，而是神让我的心智在这一个教会里面如同深掘立足之地。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生其实不要有太多的贪婪，能够那种好高骛远，而且甚至好像就是舍近求远。愿神为你所预备的，就带你到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每一个基督徒就如同昔日的以色列人，神必赐给我们一个应许之地。神就开我们的眼睛说，你眼睛所见的，今天我带领来的这一个寄居的这一个地方，就是我应许你的新的迦南美地。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为神用我们的一生为神做好一件事情。我们不需要舍近求远，不要好高骛远。我们一生哪怕只能够做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就尽心尽性尽力尽意把那一件事情做好。这就是我们专心的为神而活，那我们的一生就能够看见神的荣耀。各位弟兄姐妹，当用祷告的心去认识神在你生命上的计划，当用祷告的心去问神说，神啊，你为我预备了什么样的恩赐？各位弟兄姐妹，你也要用心为你的孩子做祝福跟祷告，因为每一个神所赐给我们的孩子，都是神手上掌中明珠，神掌上的冠冕，荣耀的冠冕。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的将来祷告，不是求荣华富贵，而是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他们能够明白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计划，让孩子能够有属灵的智慧，能看见到神所预备的，他一生要因为工作而喜悦得以满足。他的工作可以让他充满了兴奋、成就感，有一种满足的喜乐。为孩子祷告，让神的恩典、恩赐能够在他的生命当中发光。孩子就找到他的兴趣，找到他的生命的标杆，他就能够终其一生不换跑道，他能够找到，他能一生埋首勇往直前，直到生命的尽头都不用换跑道。这是一种非常幸福的祷告。愿神聆听我们的祷告，不好高骛远，不舍近求远，不见异思迁要珍惜神所预备跟他所赐给我们的计划。因为神说，我的道路高于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于你们的意念，如同天高过地。各位弟兄姐妹，不要见异思迁。有许多人看着远方，放弃手上神已经预备赐给我们的恩赐，却放下了这些恩赐，去追求天边那种虚幻的好像沙漠的那种城市，一种幻影。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跟神求说，神通过今天的祷告，让我能够成为一个深深的去耕耘我的生命的人。深掘就是一个下功夫，就是深深的去挖掘。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其实这个简单的道理隐含了许多我们生命的哲学。当然每一块土地不论深浅，它都可以挖出来地底下的地下水。有些地方因为它的水层比较浅，你10米10公尺你就能够挖掘到水。但是有一些地方像在沙漠地，它不容易，但是它必须要挖很深。各位弟兄姐妹，如果够深，我们就找到了机会。这一句话就是，当你下功夫够，有一天机会就来临。我们台语有一个谚语，他说：“你戏边卡卡久，机会就来。”就是当你在看戏的时候，你在戏棚下，你等候够久，那个精彩，那个机会就来临了。愿今天的礼拜让我们能够有一种安静的心来等候神对我们的带领，在神的面前来聆听今天的话。让我们用一个恭敬的心来思考神的话语。各位弟兄姐妹，这一句话是今天特别恭读，来祝福各位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当中能够畅饮
欢喜之水，神的救恩的水泉。主说：“你来到我施恩宝座前，领受救恩的水泉，欢然取水。”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欢然取水。这句话这么美丽，神说：“不要胆怯，不要惧怕，来到我施恩宝座前，领受我的恩惠，做你及时的帮助。”愿今天的礼拜能够让所有一些沮丧的弟兄姐妹，让你对生命当中觉得不再能够有一种成就的喜悦。愿今天的祷告能够带领你处到高处，能够在神所预备的带你展翅上腾，能够去领受神所为你预备的那种欢然的喜乐。约翰福音第16章24节，他说：“只要你奉我的名求，就必得着。”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信仰的长辈岂不是这么教导我们？凡你祷告最后呢，就必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就必神就为我们预备，不论时间长短，神就为我们的计划来成就。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相信祷告，而且常常祷告。让我们相信祷告，我们就坚持常常祷告，让这个祷告就带来了天上的喜乐，让这个天上的恩典就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满足。这是今天的信息所应许的。我们将前2句的经文来连接到传道书第3章第11节。然后神造你我的时候，神造万物的时候，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神造你，神造我，神就是成就美好。各位弟兄姐妹，神看我们为宝贝，神看我们为美好，神看我们为他的孩子，神就将永生，神就将所有属于他的性情跟所有的良善，就荣耀就赐给我们。神将他自己的荣耀尊荣就赐给他的孩子，人就称我们为光明之子。传道书的意思就是，当神造你我的时候，他就将所有的一切良善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就反照了看到了神自己的荣耀，就成为美好。这是可信的，这是一个真实的应许。以弗所书第4章第7节，保罗说：“赐给我们的，我们每一个人蒙受恩典，都是照着耶稣基督所量给我们个人。”各位弟兄姐妹，愿你用这个经文向神伸手，向我们高举神，我们将双手向神高举说：“神啊，求你赏赐给我属天的一切恩赐，不是为了成就我生命的虚荣心，而是为了让我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职人，让我能够一生为耶稣基督而活。主啊，求你将天上的一切美善良善天上的恩赐来赐给我，让我能够用一生来活出一个恩典的记号。”让我们今天的礼拜是一个开始第一个祷告，我要鼓励各位弟兄姐妹安静下来祷告，寻找你内心的黄金。神早已经将它预备的，神早已经为他预备的。我们要如同亚伯拉罕，当亚伯拉罕走上祭坛的时候，他带着以撒，后来他在那个祭坛前遇到了神，他跟神的对话之后，他称为耶和华以勒。各位弟兄姐妹，凡神计划，神就耶和华以勒。在你我的生命，神呼召我们成为他的爱子，神呼召我们成为他的仆人，神差遣我们成为福音的使者，神就必自己负责任，神就必自己预备。所以我们要相信耶和华以勒是天上来的祝福，神早已经将属天的恩赐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要轻忽所得着的恩赐，也要善用这个恩赐。当我们唾弃或者看清神的恩赐，就是看清那一个呼召我们的神。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不看清神所交给你的任何一件事情。神让你在教会做卑微的事情，你要赞美神神教会将一件很平凡的事情交给你，你不要跟神埋怨说：“神啊，我不要做这么卑微的事情，扫地板、洗厕所。”这种事情是下人所做的，这种事情是一个平凡人所做的。主啊，我要成为一个讲道者，主啊，我要成为一个能够行使神迹的一个使者。各位弟兄姐妹，神的成就不是这样子，
神的成就是当神成为一个化妆的卑微的人来到你的面前，你因着怜悯的缘故，你给他一杯水喝。不要看清你生命当中神任何一个时刻给你的十字架的使命，不要看清你在教会的地位，不要看清你在神面前所领受的职分，专心的做好神所交给你的事情。在小事上尽忠，神就必将大事情来交托给我们。如果你想要更深的认识如何成为善用属灵恩赐的基督徒，你可以回到今年年初去年的2月6号我曾经跟大家分享了一个信息特别是在去年的2月6号的这段信息，他谈到了属灵的恩赐。属灵的恩赐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基督讲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天国的主人，他要出外去旅行，他就招来的他3个仆人工头，就招了这3个领工的工头一个给他5他连得，2他连得，1他连得。在中文的圣经和合本翻译成为给他5000两银子，给他2000两银子，给他1000两银子，就照着他们的恩赐。其实那个圣经你记得当时我那一个礼拜当中有解释，5000两银子其实原来他真正的圣经的原文希腊文的翻译是给他5他连得，5他连得，因为1他连得的价值就等于1000两银子，后来中文就直接翻译成为一个价值，让人知道它有多昂贵。其实他就给他5他连得，2他连得，1他连得。2个仆人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当天国的主人回来的时候神赞美他，主人赞美他说，你良善又尽忠的仆人，我交给你的，你有尽心尽性尽力尽意进入到我的宴席来领受祝福。另外一个1000的人，他知道他的主人是一个严苛的主人，所以他不敢做什么就要埋起来。当主人回来的时候，他将原封不动的这个恩赐又交还给他的主人。这个他连得后来经过语言的发展，这个希腊文他连得就变成英文的 talent 就是翻译成为天赋恩赐。多么美丽的一句话！神将多重的恩赐给一个人，神将多重的恩赐给第2个人，神将一个单一的恩赐给一个人。主人来验收这一个成果的时候，并不是用一个多元的角度。如果他是一个单一的恩赐的人，神也用单一的度量来领受他所做的工作，来判断他所做的工作。各位弟兄姐妹，神今天也将这个他连得放在你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不看清神给我们的恩赐，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活出神的美好。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我们去头去尾量的恩赐，这一个字有2个，一个叫 idios， 一个叫 dunamis。 所量给我们，所以这个字其实就可以翻译成为是专属的，是一个量身定做的，量给个人的。这2个字加起来就是等于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他有量身定做的计划。神给他5个多元的恩赐，谁给他小小的多元的恩赐，但是神给他一个专一的恩赐。哪怕我们只有一个专一的恩赐，我们把这个事情做好，我们就能荣耀呼召我们的神。各位弟兄姐妹，神在你我的身上有量身定做。这是我在去年2月的时候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我们在神的面前来领受这个 dunamai 这个字根的字首叫做 duna 这个字其实英文翻译成 virtue， 就是一个美德品格，多美！神将这一个神的性情，神自己的美好，神自己的尊荣，就量身定做的给我们，让我们成为光明之子。因为神就是世界的光，神将他的荣耀，将他的尊贵，将他的气质，将他的性情，将他的本质。各位弟兄姐妹，愿我们明白，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虎父无犬子，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一个平凡的，哪怕我们是平凡，但是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活出不平凡的人生。所以我要鼓励各位弟兄姐妹，
为你自己的人生下功夫，多种的多收。深觉的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下功夫。如果你挖得够深，你就会找到那一个宝藏；你挖得够深，你就会挖到那个泉涌的水。在圣经里面，岂不是出现了try your best 这种的说法吗？在申命记里面，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耶和华。耶稣也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又爱人如己。各位弟兄姐妹，不论是对象，让我们领受这个态度。一个随随便便的人过一生，他的一生就是随随便便平淡无奇。但是一个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人，他就必挖到，就必寻到，他就必挖到那个泉涌，从他的内心而产生。这就是古老的灵修，经常有一些古教父、古老的一些前辈，以前的这些灵修的导师，他们所留下来的文章。他说，在你的内心当中有黄金，你必须要进到你的内殿，进到你的生命深处。他们用一个 logos moi， 就是在他的生命认识自己，上帝所创造的时候内在的那一个宝藏。我们必须用好智慧的眼睛去寻找。当我们找到这个宝藏的时候，我们就拿出来用。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不是备而不用，神所给我们的恩赐是让我们能够在这一个世界上来彰显见证神的一切奇妙。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第二个祷告就是深觉立足之地。立足之地可以说是神所将你摆在的那个祭坛，神将你摆在的一个角色，神将你摆在的任何一件事情。你遇到的一些艰难的事情，不要咒诅，因为神将你摆在那个艰困的地方，其实就要让你经历到神在那个艰困当中去做一个开门的，做一个惊天动地的一件事情。反而你要赞美神，说神啊，原来你让我经历到这种困难，是要让我去经历到与你同工的喜乐。各位弟兄姐妹，深觉的意思就是经营，就是下功夫，就去努力。让我们在一生当中为神所交给我们的生命，第一个去寻找神所预备的宝藏。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寻找。所以耶稣基督谈到的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凡勉强认真的人就必得着。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全心全意的去寻找天国，然后神的荣耀就告诉你说，原来天国不在远处，原来天国就在你的生命当中。当众人问耶稣基督说天国在哪里，耶稣基督就跟他说，你的心就是圣灵的殿，天国就在你的内心。各位弟兄姐妹，在你的内心当中找到上帝，上帝不在远处，上帝早就在你的内心等候着你。各位弟兄姐妹，圣灵不在远处，圣灵不在别人的手上，我们不需要借着别人。当然我们借着属灵的长辈为我们按手祷告是好事，但是我们要经常去经历那个早就在我们内心的那个保惠师圣灵。我要进到内殿去遇见他，遇见神，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领受这一个神圣的呼召。如果你愿意能够期待能够找到你内心是当中的上帝的时候，上帝的方式，你可以借着我在今年的4月30号在经文的解释当中跟大家谈，上帝必照顾你，上帝得照顾你。神圣的呼召，我借着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所讲的一句话，我跟大家来分享。神早就在我们的内心当中预备了他的迦南美地。虽然神带亚伯拉罕从乌尔到哈兰，就是从他的故乡一路绕到叙利亚，然后走回到迦南地。他说 Go forward， 上帝说你要前往我应许之地。这一个字在以色列人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一句话，就好像刚刚他谈到的深觉你立足之地一样。深觉你立足之地，希腊文神差遣亚伯拉罕说，去吧，向前走，前往我应许之地。那一个字叫做 leha， 这个字在以色列人的希伯来语的翻译当中有一个隐藏的不
不容易翻译出来的一个味道，唯有精通希伯来文的以色列人，他们才读得出各种的味道，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语。它不只是往前走，这一个字的另外一个是就是进入到 ，go into get into 进到你内在的自我。真正的意思其实就是前往你自己的里面。leha 这一个字是真的很有真理跟神的神学的应许的话语。各位弟兄姐妹，神所预备的计划不在远方，神所给我们的生命的信息是在内心。我们在内心找到了我们的祭坛，我们在内心找到神的迦南美地，我们在内心找到了上帝自己。各位弟兄姐妹，原来这么奇妙，上帝不只是带领亚伯拉罕从乌尔走到哈兰，然后从哈兰走到了耶路撒冷。各位弟兄姐妹，神带领我们在内心的一种属灵的朝圣之旅。愿我们在今天当中，你被呼召，懂得安静，也愿意安静，经常拨出时间在内心与神相遇。愿今天的经文能够带给你一种感动，跟神说：神啊，我要找到我自己。leha。各位弟兄姐妹，他的翻译就是 go into yourself， 进到你自己的原来的地方。今天的深觉你立足之地就是这个意思。深觉你立足之地，不是好高骛远，不是舍近求远。不要羡慕别人，不要羡慕这世界的荣华富贵有许多人用尽的所有的方法来汲取所有的一切财富。各位弟兄姐妹，这些东西不能随着你到永恒的国度。不要见异思迁，做一件事情没有完成就去做另外一件事情。各位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要珍惜你唯有的仅这一生，趁着还有亮光，趁着还有光能够寻找在光中，趁着还有光能够寻找这个生命之光。这是一种智慧，也是一个坚持。今天这一个作者，他突然在别人的回应当中，他看到了他童年妈妈手上的料理的滋味，原来是那么的可贵。不用法国料理的烘焙的方式，其实妈妈的料理里面有许多的爱，有许多的故事，有许多的味道。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当中看似平凡，却是不平凡。所以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深觉。深觉的意思就是Try your best， 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展翅上腾。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第一个深觉我的内心。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有情绪，在我的内心当中有欲望，当我的内心当中有各种的心思意念。昨天的祷告，昨天的查经班，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三圣愿主祷文的开始。愿主的名为圣，愿主的国度降临愿主的旨意成全，在地上如同在天上。各位弟兄姐妹，你要为你内心的这一口泉水，你要为你内心的这一个宝藏祷告。那神的面前，你就必领受这个活水泉。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巧遇了耶稣，因为耶稣是刻意的来寻找她。耶稣就跟他说：如果你知道今天跟你讲话的是谁，你就必快快的，你就必早早的求他，他也必快快的赐给你活水泉。各位弟兄姐妹，愿耶稣基督站在你的面前，复活的耶稣对你说：如果你看见开门，我就并进到你的生命当中。各位弟兄姐妹，愿你有这种荣幸，能够开门迎娶耶稣基督进到你的生命当中。神将那个活水泉赐给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跟耶稣说：夫子先生，请你把这个活水赐给我，好叫我生命不再饥渴。愿我们在今天这个世代不再有神饥渴的孩子，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如同今天的以赛亚书第12章第3节说：来到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欢然取水。这是神应许的，开口张口吧，伸出双手来领受，是一个千禧泉，是一个灵泉，是一个圣灵所带来的。最后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呼吁，让你我
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跟耶稣基督说：耶稣基督，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愿意摆上我的一生，献为活祭，为你而活。哪怕是只有一件平凡的事情，主你差遣我，我愿意为你专心的做好一件事情。如果你喜欢读故事书，你可以去读许多宣教士的故事。宣教士的故事经常是买了一个单程票，前往了宣教的禾场，他们已经决志永不回头。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买了一张天国旅途的票，是单程票。我们跟神求说：神啊，我要来迎向你，我要迈向你。这是一个无怨无悔、永不回头的一个朝圣之旅。主啊，我要用我的一生为你而活。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里面，在你我的里面。主耶稣基督活在你我的里面。深觉立足之地，其实就是一个让平凡的人生活出神的不平凡。如果有神在我们的生命，我们在平凡的故事都会有不平凡的故事。为什么？因为圣灵会带给我们智慧、聪明、策略、能力、知识跟敬畏神的心。这个叫做神的7个灵。神的7个灵记载在以赛亚书第11章第2节。各位弟兄姐妹，将这7个灵刻印在你的思想里面，就如同将加拉太书里面9个圣灵的果子刻在你的脑海里面。你跟神求说：主啊，你的灵如果住在我的里面，我的生命就有智慧，就有聪明，就有谋略，就有能力，就有知识，就有敬畏神的灵，我就必活出尽善尽美精致的生命。愿圣灵与你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愿圣灵将这个活水泉为你而敞开，你也为神活，用一生为耶稣基督而活。让我们同心来祷告。生命的主宰耶和华，身为你的孩子何其幸福。有时候我们不明白，不是因为你无能为力，而是因为你的孩子不懂得你的奇妙。在今天的话语当中，我们的心受感动，但是我们的信心不足，恳求圣灵帮助所有聆听你话语的，不再有软弱的人，包括你的仆人、宣讲的人跟领受的人，都一样享受欢然取水的快乐。让神的圣灵就带领我们成为一个深觉立足之地，能够享受活水泉涌的人生。我们赞美你的名，主耶稣基督，你说凡奉你的名求的人，就必得着。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